各位觀心局嘅朋友，今日同你講一句話，呢句話可能你聽完會唔舒服，但如果你聽得明，你嘅下半世會過得舒服好多。李嘉誠講過一句話，永遠唔好上趕着任何人，神根則賤。乜意思？好簡單，你對仔女太操心，你就變成庸人；你對親戚太實心，你就變成工具；你對老友太主動，你就變成惹人厭嘅壞人。我直接同你講結論，人同人之間保持距離先有尊重。你越係上趕着討好任何人，人哋就越唔會當你係一回事。呢個唔係冷漠，呢個係成年人最高級嘅體面。未訂閱嘅朋友，麻煩你而家拱一下訂閱觀心局。我哋專門講人性、講心理、講處世思維，專為香港嘅老友記而設。好，入正題。李嘉誠70歲嗰陣接受訪問，講過呢番好有意思嘅話。佢話：貴為天子，未必是貴；賤與匹夫，不為賤也。佢嘅意思係，一個人嘅貴賤唔係睇你嘅身份地位，而係睇你點樣對人，點樣對世。你以為對人好就得人尊重？李嘉誠話：你知做人最要緊嘅係令人由衷咁喜歡你、敬佩你本人，而唔係你嘅財力，亦唔係表面上嘅服從。你想想，一個人如果只係因為你有錢而埋你身，或者只係因為你成日幫佢而黐住你，呢種尊重係真嘅咩？李嘉誠白手起家，由塑膠廠做起，一路做到華人首富。佢見過幾多人，經歷過幾多事。佢呢句說話係用幾十年嘅人生經驗換翻嚟嘅。佢見過幾多人圍住佢轉，有啲人係真心敬佩佢，有啲人係為咗攞着數，有啲人係想黐佢名氣。佢分得清清楚楚，一個人對你係真心定係假意，唔係睇佢有幾熱情，而係睇佢有幾尊重你嘅空間。所以佢先話人近則賤，靠得越近，你嘅價值就越低。我同你講個真實嘅故事，我識得一位退休阿伯，今年68歲，退休前做咗30幾年嘅公務員。佢有3個仔女，全部結晒婚搬出去住。佢退休之後，人生突然冇咗目標，於是將所有精力擺晒喺仔女身上。佢朝朝6點起身搭車去大仔屋企湊孫，然後買餸煮飯，搞到夜晚7、8點先返自己屋企。佢仲要輪流去3個仔女屋企，星期1、3、5去大仔度，星期2、4去二女度，星期6去細仔度，星期日先可以唞一唞。你以為佢啲仔女會感激我？話你知，頭幾個月仲會同佢講：老豆辛苦晒。過咗半年變成老豆，你今日煮咩餸？再過多1年變成老豆，你聽日早啲過嚟，阿 B 冇人湊。有一日佢感冒發燒，打電話話今日唔過去啦。佢大新抱第一句唔係問老豆你使唔使睇醫生，而係話吓，咁阿 B 點算啊？我約咗人食飯噶嘛。佢同我講呢件事嗰陣眼濕濕，佢話我對佢哋咁好，點解換嚟咁嘅態度？我同佢講，你對仔女太好，到變成咗理所當然。你知唔知人對太容易得到嘅嘢，永遠唔會珍惜你。每日準時出現，每日煮好飯，每日湊好孫，你嘅仔女會覺得呢啲係老奉。你試下1個禮拜唔去，佢哋唔會問你點解，只會問你幾時嚟。呢個就係人性。你將自己活成咗一件工具，就唔好怪人哋當你係工具。佢聽完之後沉默咗好耐，後來佢做咗一個決定，佢同3個仔女講，以後每個禮拜只會去1日，其餘時間佢要過自己嘅生活。你估點？佢大仔即刻話：老豆咁點得㗎？邊個湊阿 B？ 佢話：你兩公婆自己諗辦法，我養大你已經完成任務，我唔係你哋嘅傭人。開頭嗰幾個禮拜，仔女嘅態度好差，覺得老豆變咗。但係過咗1個月，佢哋開始主動打電話問老豆：你最近點？身體好唔好？使唔使我哋嚟探你？佢話我知，原來保持距離之後，仔女反而更關心佢，更尊重佢。你話奇唔奇？你越係主動，人哋越係覺得你煩。你退翻一步，人哋反而行翻埋嚟。呢個就係李嘉誠講嘅人近則賤。你溝得太近你嘅好，就變咗廉價；你退翻開你嘅好，先有價值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身邊有冇呢種人，成日為仔女做到足，為親戚借到盡，為老友幫到懵友嘅話，喺留言區打個1。除咗仔女親戚呢個問題，仲更加麻煩。
香港地方細，但親戚特別多，尤其係我哋呢個年紀，兄弟姊妹加埋佢哋嘅仔女，隨時幾十人。呢個叫你幫手揾工，嗰個問你借錢，第三個叫你幫佢個仔託關係入學校。一開始佢哋會同你講唔該晒，時間耐咗就變成老馮。有一日你幫唔到，或者你唔想幫你估點，佢哋唔會記得你幫過幾次，只會記得你今次冇幫。我識得一位退休女士，今年65歲，以前喺銀行做經理人面廣，識得好多嘢。佢啲親戚當正，佢係萬能俠，乜嘢都揾佢搞。佢個侄仔要揾工，叫佢介紹，佢幫個侄仔揾到份銀行文員，月薪2萬幾。個侄仔做咗3個月，嫌悶辭咗職之後，又叫佢再揾過佢個外甥女要嫁人，問佢借5萬蚊擺酒，佢二話不說，借咗到而家3年都未還。佢個細佬要換樓，叫佢做擔保人，佢話要考慮。你估佢細佬點講？佢細佬話：家姐，你咁都唔幫手，你仲係唔係我家姐？佢同我講，幫咗親戚幾十年，幫到最後冇人記得佢幫過，乜只會記得佢邊次冇幫佢話，早知今日當初就應該識得拒絕。我同佢講，你而家識得拒絕都未遲，幫係懲罰，唔幫係本分。你唔係全世界嘅救世主，你只係你自己人生嘅主角。佢聽完之後開始慢慢學識拒絕。佢話拒絕完初期，親戚嘅面色係難睇啲，但係過咗一排，佢哋反而對佢客氣咗，因為佢哋知道你唔係隨便可以叫得雞喐嘅人。你諗下，你幫咗人幾十次，有一次幫唔到，人哋就怪你呢啲親戚值得你咁幫咩？但係好多老友記就係唔識得拒絕，覺得唔好意思，覺得親戚一場點都要幫，結果幫到最後自己蝕底晒，人哋仲覺得你係應分嘅。熱面貼冷屁股，貼得多凍嘅，仲係凍熱面就變成笑話。你以為自己係家族嘅支柱，人哋眼中你只係一部提款機，一部隨傳隨到嘅工具。你越係主動幫手，人哋越係覺得你冇咩大不了，因為你嘅幫助太廉價，廉價到任何人都可以得到人性。就係咁奇怪，你收翻少少，人哋反而覺得你矜貴。第三個情況係最令人心酸嘅，就係對老友太主動。我唔知你有冇試過，曾經嘅好朋友後尾各有各忙，聯絡少咗，但總有啲人成日掛住舊情，主動約食飯，主動揾話題，主動關心人。慢慢你會發現，你嘅熱情喺對方眼中變成一種負擔。你 send 信息，佢半日先覆；你約見面，佢總有理由推。就算勉強出到嚟，成餐飯都係你講，佢聽佢玩手機。我試過咁嘅情況，有個中學時期最好嘅朋友，畢業之後各有各生活，但係我一直好珍惜呢段友誼。每年佢生日，我都會 send 信息祝福，逢年過節都會約佢出嚟食飯。初幾年佢都會應約，後尾開始話忙，話要陪屋企人，話約第日。我以為佢真係忙，直到有一次我喺銅鑼灣見到佢同另一個朋友飲茶，我先至醒覺，原來佢唔係忙，佢只係唔想同我飲茶。嗰次之後，我反思咗好耐，點解我咁主動，反而換嚟咁嘅結果。後嚟我明白咗，感情呢樣嘢從來都唔係單方面嘅事，你太主動就變成一種壓力，對方會覺得欠咗你，會覺得唔知點樣回應你，最後索性避開你。你以為你係維繫緊段友誼，實際上你係加速緊嗰段友誼嘅滅亡。我而家學精咗朋友之間保持適當距離，唔使刻意維護。你知唔知真正嘅朋友唔使刻意維護嘅，需要你刻意維護嘅關係，本質上已經結束咗。與其主動貼上去，不如專注做好自己。當你有價值嘅時候，人自然會埋你身；當你冇價值嘅時候，你做乜都係多餘。或者會問，點解我對人好，反而俾人睇低？呢個就係人性。心理學有個概念叫做邊際遞減效應。你對一個人好第一次，佢會感激好；第一次佢會習慣好；第三次佢會覺得理所當然；好到第10次，你唔好反而係你嘅錯。就好似你日日請人食飯，有一日你唔請，人哋唔會多謝你。之前請咗9次，只會怪你今日點解唔請。人性就係咁，太容易得到嘅嘢，人永遠唔會珍惜你主動送上門嘅。好，
喺人哋眼中係廉價嘅，就好似一件貨，你主動減價，人哋只會懷疑你係咪賣唔出。我記得有個心理學實驗，科學家將兩組人分別安排喺兩個房間， A 房間嘅人每隔10分鐘就會收到一份小禮物， B 房間嘅人1個鐘先收到一份。結果發現 A 房間嘅人對禮物嘅滿意度越嚟越低，因為佢哋習慣咗，而 B 房間嘅人每次收到禮物都好開心。呢個實驗證明咗一件事，就係人對唾手可得嘅嘢永遠唔會珍惜。你對人太好，就等於每隔10分鐘送一份禮物，人哋唔會多謝你，只會覺得你煩。呢個實驗仲有下半部分，科學家將兩組人調轉， A 房間變成1個鐘收一次， B 房間變成10分鐘收一次。你估結果點？原本10分鐘收一次，嗰組人變成1個鐘收一次之後，佢哋反而更加珍惜每一份禮物，因為佢哋知道唔係成日都有。而原本1個鐘收一次嗰組人變成10分鐘收一次之後，好快就同之前嗰組人一樣，變得麻木，變得理所當然。呢個實驗話俾我哋知，人對嘢嘅珍惜程度同得到嘅頻率成反比。你俾得越密，人哋越唔珍惜；你俾得越疏，人哋反而越期待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再問下大家，你係咪都試過對人好到盡，反而俾人睇唔起？有嘅話，留言區分享下你嘅故事。我知你可能會話，你講得好聽，但係對住自己嘅仔女、親戚、老友，點可能保持距離啊？我明你嘅難處，所以我唔係叫你唔好對人好，而係叫你聰明咁對人好。我俾你3條建議，你聽完之後試下，跟住做第1條，對仔女愛7分，留3分，留低嗰3分係留俾自己嘅體面同空間。你有你嘅人生，佢哋有佢哋嘅路，你企得遠啲，反而睇得更清楚。仔女需要你嘅時候，你喺度；唔需要你嘅時候，你都有自己嘅生活，呢個先係最舒服嘅距離。你知唔知好多家庭問題嘅根源就係父母太介入仔女嘅生活？你覺得你係幫緊佢，實際上你係控制緊佢。仔女已經大個，佢哋有自己嘅家庭、自己嘅生活方式、自己嘅決定。你嘅責任已經完成咗，你而家嘅責任係好好過自己嘅日子，而唔係繼續做佢哋嘅監護人。呢條建議具體點樣做？我講幾個實際嘅操作俾你聽。第一，唔好再日日去仔女屋企，改為固定1個禮拜去1次，或者2個禮拜去1次，等佢哋習慣你唔係日日喺度。第二，仔女打電話叫你幫手，你唔好即刻答應，你話我睇下時間，先等一陣覆你，等佢哋知道你都有自己嘅嘢做。第三，每個禮拜至少留2日完全屬於自己，約朋友飲茶，去行山，參加興趣班，將你嘅生活填滿，唔好將所有時間都擺喺仔女身上。第四，仔女嘅問題，除非佢哋開口問你，否則你唔好主動出主意，等佢哋自己處理。你越插手，佢哋越依賴你。第五，學識話我唔識，我唔曉，我唔方便，唔好覺得自己乜都要識，乜都要幫。我識得一個阿伯，佢嘅做法好聰明，佢每個月固定約仔女食1次飯，有時佢請，有時仔女請，輪流揾餐廳。平日佢唔會主動打俾仔女，除非有重要嘅事，但係仔女打嚟，佢一定會聽，一定會幫。佢同仔女嘅關係好到不得了，因為佢哋之間有尊重、有距離、有空間。你睇下，呢個就係聰明嘅做法，唔似之前嗰位退休阿伯咁做到足，反而俾人嫌。第二條，對親戚幫係懲罰，唔幫係本分。唔好因為唔好意思拒絕，就將自己活成別人嘅救命稻草。稻草救唔到命，只會擔埋自己落去。你幫第1次就有第2次，幫得第2次就有第3次，幫到最後你唔幫就係你嘅錯。所以一開始就要設定界線，邊啲幫，邊啲唔幫，幫到幾多，幫到幾時，全部要講清楚。你越係講得清楚，人哋越係尊重你；你越係矮微，人哋越係覺得你好級。呢條建議具體點樣操作？我講幾個方法俾你。第一，親戚問你借錢，你唔好即刻答，你話我要同屋企人商量下，聽日覆你，等自己有時間諗清楚。第二，借錢之前問清楚幾時還，點樣還，捨唔捨借據，越係講得清楚，對方越唔敢走數。
第三，借出去嘅錢要預咗收唔返，所以只能借你輸得起嘅數目，唔好借到你連自己都冇錢開飯。第四，親戚叫你做擔保人，一律拒絕擔保人嘅責任，大到你想象唔到對方還唔到錢，你就一身債。第五，幫親戚介紹工作之前，先問清楚對方嘅能力同要求，唔好亂咁介紹，否則最後兩邊都怪你。我教你一個方法，下次親戚揾你幫手，你唔好即刻答應你，話我考慮下，聽日覆你。然後你諗清楚呢件事，你係咪真係幫到？幫嘅話，會唔會影響你自己嘅生活？唔幫嘅話，對方會唔會真係有好大損失？諗清楚之後，如果你決定幫，你要講清楚條件；如果你決定唔幫，你要講清楚原因，唔好模棱兩可。你記住，你唔係全世界嘅救世主，你只係你自己人生嘅主角。你嘅責任係過好自己嘅日子，而唔係為咗別人犧牲自己。第三條，對朋友保持適當距離。我而家嘅做法係，朋友約我有時間就會去，但係我唔會主動約人約得太密，一年2、3次就夠。我唔會 send 信息追住人傾偈，對方唔覆，我唔會追問對方想揾我，自然會揾我。專注做好自己嘅事，睇書、行山、飲茶、學新嘢。我將自己嘅生活過得充實，過得精彩，然後我發現啲朋友反而更主動約我，因為佢哋覺得我嘅生活有趣，想參與其中。呢個就係吸引力法則。當你有價值嘅時候，人自然會埋你身；當你冇價值嘅時候，你做乜都係多餘。呢條建議具體點樣執行？第一，唔好再做主動約人嗰個，改為等人約你。如果對方真係當你好朋友，佢自然會主動。第二，對方唔覆你信息，唔好追。第二次追得越多，你越顯得廉價。第三，將時間投資喺自己身上，學新技能，去旅行、睇書，將自己嘅生活變得精彩，人哋自然會覺得你有吸引力。第四，朋友聚會嘅時候，唔好再做照顧所有人嗰個，學識享受被人照顧。第五，如果對方連續3次推你嘅約會，你就唔好再約第4次，呢個係明顯嘅信號，對方唔想同你見面。我識得一個退休老師，佢退休之後學畫畫，學到有板有眼，仲開咗個小型畫展。佢嘅朋友個個覺得佢好犀利，成日約佢飲茶，聽佢講畫畫嘅事。你睇下，呢個就係價值。你唔使主動去維繫關係，你做好自己，關係自然會嚟。相反，如果你退休之後無所事事，日日坐喺屋企睇電視，就算你主動約人，人哋都未必想出嚟，因為同你傾偈冇話題，冇營養。好，總結翻今日嘅說話，李嘉誠70歲嘅時候領悟到嘅道理，永遠唔好上趕着任何人。談行精者正對仔女提，頭先你變成傭人，對親戚提熱心；你變成傭人，對手遊睇主動；你變成壞人，記住人同人之間保持距離。相有尊重，你越係用牛角，越係有底氣，係人哋反而越敬畏你。呢個唔係叫你做一個冷漠嘅人，而係叫你做一個有分寸、有尊嚴、有底線嘅人。你嘅善良要有啲鋒芒，你嘅好要留俾值得嘅人。你唔需要討好全世界，你只需要對得住自己。你要明白，人生下半場最緊要嘅係自己過得舒服，而唔係人哋點樣睇你。當你開始重視自己，人哋先會重視你。當你開始尊重自己，人哋先會尊重你。你知唔知尊嚴呢樣嘢唔係人哋俾你嘅，係你自己爭翻嚟嘅。你點樣對人，人哋就點樣對你；你點樣對自己，人哋就點樣對你。你將自己放得好低，人哋就踩到你更低；你將自己企得直一直直，人哋就唔敢亂約你。呢個就係李嘉誠講嘅人近則賤嘅真正意思，唔係叫你高高在上，而係叫你企穩自己嘅位置，唔好將自己嘅價值交俾別人去定。我成日同身邊嘅老友記講，你哋辛苦咗大半世，養大仔女，供書教學，買樓供樓，做到退休，你對得住所有人。你唯一對唔住嘅，可能就係你自己。你從來冇問過自己想點樣過嘅生活，你從來冇為自己爭取過啲乜，你將所有嘢都奉獻俾人，最後換嚟乜？換嚟嘅可能只係一句老馮，一句應該，一句你係阿媽，你應該做，
由今日開始，我想你改變心態。對仔女，你唔係佢哋嘅傭人，你係佢哋嘅父母，父母值得被尊重。對親戚，你唔係佢哋嘅提款機，你係佢哋嘅親人，親人值得被感恩。對老友，你唔係佢哋嘅負擔，你係佢哋嘅朋友，朋友值得被珍惜。呢一切嘅前提係呢一切嘅前提就係你要先尊重自己，先珍惜自己，先愛自己。你知唔知人哋點樣對你係你教佢哋嘅？你容許人哋將你當成工具，人哋就會將你當成工具。你容許人哋唔尊重你，人哋就會唔尊重你。你嘅底線喺邊度？你嘅尊嚴喺邊度？全部係你自己設定嘅。你越係冇底線，人哋越係踩過界；你越係有底線，人哋越係唔敢亂嚟。呢個就係人性，欺善怕惡，欺軟怕硬。我見過太多例子，一個人退休之前威風凜凜，講一句話，下屬唔敢出聲。退休之後對住仔女唯唯諾諾，對住親戚小心翼翼，對住老友討好奉承。點解？因為佢失去咗身份，失去咗權力，失去咗價值。佢覺得自己冇咗個光環就咩都唔係。但係我要話你知，你嘅價值從來都唔係嚟自你嘅職位，而係嚟自你嘅為人。你嘅尊嚴唔係人哋俾你嘅，而係你自己爭取翻嚟嘅。你記住李嘉誠講嘅人近則賤，唔係叫你要高高在上，係叫你保持適當距離，保持獨立人格，保持自我價值。你唔使刻意討好任何人，因為真正值得你對他好嘅人唔需要你討好。你唔使主動上趕着任何人，因為真正珍惜你嘅人會自己行過嚟。人近則賤呢四個字，其實講嘅係一個好簡單嘅道理，就係你越主動，你越廉價，你越有底線，你越有價值。呢個道理適用於所有關係，仔、親戚、朋友，甚至係街坊鄰里。你試下，由聽日開始對所有人收翻少少，唔好再咁主動，唔好再咁熱心，唔好再咁想趕着。你睇下，人哋會唔會反而對你客氣咗？最後，我想同你講一句說話，呢句話係我自己幾十年人生嘅領悟。人老啦，先發現你最需要討好嘅人，從來都係鏡入面嗰個。你對得住鏡入面嗰個，你嘅人生就冇遺憾。你對唔住鏡入面嗰個，你討好全世界都冇用。好，今日就講到這裡。我係觀心局，專門同香港嘅老友記講人性、講心理、講處世思維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有幫助，麻煩高個讚，分享俾你身邊嘅老友。仲有記住訂閱觀心局，咁你以後就唔會錯過我哋每一條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